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11月17日，神选之王，智慧的源头。我们今天要读马太福音17章 RPG，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：但是我们不要冒犯这般人。你到湖边钓鱼，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拿来，打开它的口，你会发现一个钱币，这钱足够缴纳你和我的圣殿税，你就拿去给他们吧。有一位驾驭高难度对话的希拉西恩领袖高峰会议的主讲者，他说，想要更多影响人，就要让自己更多被影响，接受不同的可能性，才能找出彼此的问题。哇，我想这一位希拉西恩，他也是一位认识神、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他知道智慧的源头在这一位上帝，这一位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自己在这世上的示范，有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世上的人真的是很有限，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的有限如果我们真知道自己有限，真的就会来寻求这一位无限的上帝，而且他爱我们，他有办法，他愿意乐意让我们知道。从经文今天一开始，我们看到耶稣带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两个兄弟到一座高山，耶稣的形象变了，他的面貌像太阳一样明亮，衣服像光一样洁白。忽然三个门徒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说话。哇哦！彼得好兴奋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3座帐篷，一座给你，一座摩西，一座以利亚。彼得正说这话时，一朵灿烂的云彩笼罩了他们，有声音从云中出来说，这是我亲爱的儿子，我喜爱他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门徒听了这话非常害怕，都匍匐在地上。耶稣走过来拍拍他们说，起来，不要怕。他们为什么怕？因为他们知道要敬畏神，因为这些不是人可以领受的，他们知道是神，他们知道这是超能力，他们不敢，他们怕看见上帝的面。他们下山之后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，在人子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，千万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群门徒其实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都知道，其实他们所亲爱的耶稣，他们的老师是要死然后复活的，只是现在时候还没到。他们现在要经历的是耶稣仍然带着他们，让他们去经历神的爱跟全能，因为接下来治好被鬼附身的孩子。有人就来到神面前，救救我的儿子他患了癫痫，很痛苦，时常跌在火里跟水里但是我带你的门徒他们都不能治他。耶稣说，你们这是个时代的人多么没信心，多么腐败我还得在你们这里多久？还得忍耐你们多久把孩子带到这里来，于是耶稣斥责那鬼，鬼一出来，孩子的病立刻好了。事后这个门徒私下问耶稣，为什么不能把那鬼赶出去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不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假如你们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对这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，它也会移过去，没有任何事情是你们不能做的。然后耶稣又聚集他们，
对他们说，人子将被交在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但第3天他将复活。门徒听了非常的忧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光今天这一章17章，耶稣已经明指暗指，他要为拯救人而受难、受苦、受死。门徒听了忧愁啊，没有问个清楚，心中没有，因为他们只有忧愁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耶稣不断的启示他自己，甚至来到了最后要缴圣殿税的时候，因为耶稣一再的示范，上帝国已经降临 ，already but not yet。耶稣那时候就是了。我们在这地上国活的时候，这个神选之君王耶稣已经掌权，我们愿不愿意在这地上活出神的国、上帝国呢？今天耶稣告诉他们，即便有冲突，因为这些征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：“你的老师付不付圣殿费啊？”彼得说：“当然付啊。”然后他就去找耶稣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西门，谁向这世上的君王缴纳关税或人头税，是本国的公民还是外国人呢？你的意见如何呢？”彼得说：“是外国人。”耶稣说：“那么本国的公民是可以免税的，但我们不要冒犯这般人。你到湖边去钓鱼，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拿来，打开它的口，你会发现一个钱币，这钱足够缴纳你跟我的圣殿税，你就拿去给他们吧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这地上国生活，我们遇到的事情如果跟真理没有关系，其实我们是可以被改变。我们看到耶稣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，他在这世上生活是有智慧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智慧的源头。那么什么是智慧？不只是天国跟地上国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，怎么信靠上帝，更重要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更认识这一位天上国的君王，他怎么想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，愿不愿意来求告他。神选之王是智慧的源头，我们愿意他来帮助我们吗？我们来默想，耶稣洞察出地上国的问题所在，并且有智慧的解决一切冲突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国有的问题，愿意带到神面前，让耶稣以上帝国的法则来帮助我们吗？他乐意帮助我们，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愿意为我们预备一切够用的恩典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你要让我们具有天国的身份，你生儿女的身份，在这地上国生活时有从你那里来的洞察力跟智慧，以致我们可以见证，主啊，你是这个世界智慧的源头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在乎我们，你又有权柄，你有全能带领我们，即便关关难过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都要关关过。谢谢你再次从你今天的话语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天国属神儿女的身份。我们天天要享受主，你是我们天父的爱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叶牧师祝福我们，我们今天要活出神儿女的喜乐跟智慧哦。我们明天见。